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人讲人非圣贤，谁能无过？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圣，圣贤的圣第三条。读圣，这是读文音，圣代表讲是品德高尚，也有通达事理的人。大字字典解释讲圣的意思，就是熬志极的人，咱讲是圣人。这个鼻音读做圣，圣的意思就是讲心明正灵验，咱讲正圣正灵圣。另外讲一个人料事如神，讲话见讲见对，咱嘛讲这个人的讲话正圣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显圣，嘛有真侪人读做显圣，代表讲心明有灵验，咱讲圣有圣有灵感。第二个词读做圣拄圣，嘛有人讲是枪拄枪拄枪，这个意思就是拄好拄啊好拄啊好，拢同款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阿嬷心思无定，抽签算命来到庙里拜拜，圣拄圣枪拄枪，连续跋着3个圣杯，看到规阵芳伫咧壁顶飞，认为讲这是心明显圣好结调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圣，这是鼻音；另外文音读做圣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